再来看宜兰县的银山乡有一个查某人，伊细厝毋但欠厝税，佮甲规间厝蹲甲拢是粪扫哦，无要搬走，互法院强制执行嘛是共款。有人就讲的是细厝的家长是真恶处理。 厝主入去徛起来，发现互堆满粪扫，甚至有鸟车死过状，佮臭面膜。宜兰县银山乡中华村姓陈女子死过细厝欠租金，佮堆放大量粪扫，占厝唔走。后来结果他不是租，他是堆个一堆个废弃物。对。 哦。所以我们也很头痛，我爸爸也很头痛。你赶袂走啊！哦，这地我租的，毋是伊话甲讲地伊租的，伊也无甲租啊嘛，讲伊租的。在当地村长行至姓陈女子细厝的地点，看到巷仔两边拢放堆满粪扫，加伫粪扫堆中生活环境垃圾。在地人形容伊是细厝家族严重破坏居住环境。它带来了大量的垃圾，然后对当地的环境跟其他邻居的居民是造成了很大的环境影响。 姓陈女子遭约告期也唔走，厝主地主提告胜诉，就算互法院强制执行，伊也继续占用地主土地甲厝，地主甲厝主只好请警方到场协助阻挡伊的行为。当地民代也呼吁拖吊业者唔通替姓陈女子吊货柜，以免受损失。希望大家能帮忙不要将货柜卖给这个陈小姐，因为她放置的地点。 的土地不是属于他个人的私人土地。我们警方到场为屋主指称租客诚信民众霸占这个民舍警方依报案人提出的是相关的资料依法将陈明以侵占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表示，已经以私弄民家自行刑犯将姓陈女子送办，佮受理地主的清江告诉。另外，以四过坑粪扫的部分原款补救指出，姓陈女子所为违反废惩法已经完成搜证和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